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舉辦嘅標準化病人計劃簡介。喺今日嘅計劃入邊，我將會講解乜嘢係標準化病人，點樣可以成為呢個標準化病人，當中一啲常見嘅個案例子啦。而如果大家有興趣成為我哋嘅標準化病人，當中嘅工作安排啦，又係點樣嘅？成為標準化病人有啲乜嘢嘅條件？點樣報名，以及我哋之後舉辦嘅簡介及體驗會嘅一啲嘅資料，以及我哋嘅聯絡方法。事不宜遲，我哋正式開始講解。首先，標準化病人，我哋英文稱之為 Standardized Patient，簡稱 SP，其實係一種嘅教學嘅模式，透過唔同嘅演員去扮演一啲標準化咗嘅一啲劇本嘅病人，去令到我哋嘅學生喺當中可以進行一啲模擬嘅練習，去提升佢哋一啲嘅溝通技巧。正如我哋嘅名標準化病人一樣，其實大家要做嘅就係需要按照一啲既定嘅指示以及嘅病例嘅劇本，去扮演翻相應病人嘅角色。因此，整個對答嘅模式咧，我哋需要係標準同埋規範化嘅，避免有一啲嘅過分誇張或者差異化嘅反應。例如，假設我哋扮演緊一個左手好痛嘅病人，我哋都要避免話某位嘅同學仔撳落去好細力，你個反應就會痛到不得了，要喺地下碌。呢啲嘅過分誇張，又或者同樣嘅力度，但係個反應有好大嘅差異嘅反應，我哋都係要避免嘅。而喺安全嘅環境下，其實學生就會開始對標準化病人去進行啲模擬嘅面談啦、檢查啦，同埋康復治療。好啦，咁作為一個標準化病人，你需要學習去做啲乜嘢呢？第一，你需要去學習扮演一啲特定病人嘅角色。我哋會設定一啲唔同嘅病症，例如中風、柏金遜、認知障礙等等嗰啲。所以首先，我哋都會有一啲喺唔同嘅科目入邊咧，都會再有部分嘅進階訓練。當然，大家唔需要好熟悉一個病症，但係會大概知道其實當演繹嘅時候，身體狀況應該係如何，情緒狀況應該係如何。而根據呢啲嘅設定，大家將會喺一個安全嘅環境之下，配合學生去做一啲簡單嘅問診，例如係一啲簡單嘅評估啦、客觀嘅檢查啦、一啲嘅面談啦，又或者係做一啲康復練習嘅活動。咁例如簡單一啲嘅活動關節啊，簡單一啲促進嘅動作啊等等。喺整個過程入邊咧，大家嘅安全就會受到絕對嘅保障。因為整個過程咧，都一定會有我哋學系嘅教學人員在場監察嘅，所有嘅接觸亦都將會係非侵入性，唔會有一啲話要練習打針啊、抽血啊、要吉入去身體嘅情況出現嘅，亦都請大家放心。而過程入邊咧，學生都唔會去檢查或者去暴露咧大家嘅一啲私密部位嘅。而喺個過程中，如果大家覺得真係非常之唔舒服啊，好唔安全嘅話，你係有權立即向在場嘅教學人員要求停止呢個標準化病人嘅過程嘅。以下係一啲我哋常見嘅個案例子，當然呢度係只供參考，當中亦都有可能係有唔同類型嘅病例嘅。而作為標準化病人，大家主要接觸到咧，會有四個大嘅類別。第一個係心肺疾病，包括一啲慢性心臟病啦、
慢性阻塞性嘅肺病等等。第二類係一啲肌肉骨骼嘅痛症，包括可能係腰背、下背痛啦、關節痛等等啦。第三個大類就係神經系統嘅疾病，可能係中風後一啲康復期嘅狀況啦、帕金遜症啦等等。而第四個類別就係啲情緒或者精神健康嘅個案，例如唔同程度嘅抑鬱症、思覺失調、躁鬱症、唔同嘅情緒病患等等。而喺標準化病人嘅工作安排入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其實大家可以留意翻。通常我哋嘅標準化病人嘅演練咧，都會喺翻我哋大學入邊物理治療或者職業治療嘅實習教室，即係翻我哋紅磡嘅校園嗰度嘅。而時間咧，我哋都會按唔同科目嘅需要咧，我哋會預先收集同埋作為編排。但係一般而言，通常都會喺每個學期嘅中後旬，一啲示範啊、考試嘅時間居多。舉個例，嚟緊開學，我哋會有唔同嘅學期。例如第一個學期，大家通常學生係9月份開學啦，咁會係11月去到12月中上旬左右嘅。而第二個學期就會係4月去到5月中上旬左右嘅。而如果暑假嘅學期咧，就會係6月去到7月嘅中上旬左右。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加嘅話咧，通常呢啲時間都會係我哋需要用到標準化病人嘅高峰期嚟嘅。咁啊，請大家可以預留一啲嘅時間啦。而時間我哋通常都會係會日間嘅時間為主，亦都主要會喺星期一至五，部分都會喺星期六嘅。而培訓方面，我哋嚟緊喺1月19號嘅上晝，我哋將會有一個進一步嘅活動簡介同埋體驗會，等大家再認識多啲，其實標準化病人大約嘅情況係點做啊，等等嗰啲。同埋我哋都會即係初步按照大家填完表格，有興趣參與嘅範疇，有興趣參與嘅時間，我哋會做配對。配對成功咗之後咧，我哋將會由個別唔同科目嘅老師，即係頭先提到一啲唔同類別嘅，包括心肺啊、骨骼筋腱啊、神經系統啊、精神健康情緒啊等等嗰啲唔同科目嘅老師會再聯絡大家去提供一啲嘅培訓，而呢一啲事前嘅培訓咧係有薪嘅。我哋嘅薪酬會係講緊港幣100蚊一個小時嘅，就會按小時計算。好啦，講咗好多關於一啲培訓上面嘅嘢啊，工作安排啦，要點樣先可以成為一個標準化病人呢？首先，作為一個標準化病人，大家必須要守時、可靠，亦都能夠依照指示去演練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候都會喺考試入邊去應用，所以大家守時、可靠，按照指示演練係非常之重要嘅。另外，亦都需要大家能夠用廣東話啦，或者部分科目需要用英文、普通話，能夠有效去溝通。大家需要能夠接受一啲輕度非入侵性嘅身體接觸，例如可能學生會喺某啲嘅科目需要係去觸碰大家嘅身體，例如可能會進行扶抱啊，例如可能係要按診啊，例如可能係講緊會接觸到身體一啲唔同嘅部分。另外，如果關於情緒或者精神健康部分，可能會談及一啲唔愉快嘅經歷啊，大家點樣去面對，點樣去度過呢？咁其實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接受，如果你揀呢部分，有機會談論到呢啲嘅經歷。當然好重要就係大家需要保密試題，唔喺任何嘅時間同埋向其他任何人透露嘅。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多啲嘅，或者想報名參加個活動簡介及體驗，歡迎大家可以用以下嘅連結或者二維碼入邊嘅報名表格填寫翻有興趣參與嘅範疇，或者一啲你唔願意接觸嘅範疇，讓我哋知道你嘅取態。另外喺表格入邊都會請大家填寫翻預計可參與嘅時間、預期嘅節數，同埋大家係咪可以嚟到1月19號上晝嘅簡介會。簡介及體驗會咧，將會喺1月19號上晝10點到12點喺翻我哋理工大學課室度舉行嘅。到時會再深入少少講解標準化病人計劃嘅詳情，以及大家有機會體驗到作為標準化病人一般嘅工作流程同埋內容嘅。請大家記低呢個日子，方便大家到時可以按時出席。最後，如果對呢個計劃有任何疑問，都歡迎喺辦公時間入邊聯絡我哋標準化病人統籌委員會嘅項目秘書歐陽先生，以下係佢嘅電郵同埋電話。最後都喺度特別鳴謝我哋項目負責人魏佩清教授，兩位項目統籌分別係嚟自物理治療嘅傅家聰先生，以及職業治療嘅徐恩先生。我哋嘅項目秘書歐陽明利先生，以及我哋嘅項目教材編輯李朗先生嘅。歡迎同埋多謝各位參與，我哋2026年1月19號見，多謝。